豪啊，今朝早天色好好，個天仲好藍添喎。係啊，思齊。不過晏啲咧就可能會落雨，大家出街記得帶定遮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啦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4.6至到28.9度。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3.4至到27.5度。轉睇下風雨圖啊。上晝8點，強烈熱帶風暴麥德姆集結喺香港東南偏南大約550公里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25公里，橫過南海北部並且逐漸增強。隨住麥德姆靠近，本港嘅風勢會喺今日稍後逐漸增強。天文台會喺正午12點到下晝2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㗎，大家要留意啦。預測初時大致天晴，日頭酷熱。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，稍後風勢增強同埋漸轉多雲，有幾陣狂風驟雨同雷暴，驟雨逐漸增多，海有大浪同埋湧浪。展望聽日嘅風勢都幾大㗎，海有大浪同湧浪，有幾陣狂風驟雨，初時嘅驟雨較多。去到中秋節同埋隨後1-2日，部分時間都有陽光，有1-2陣驟雨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監測站係低至中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9，強度屬於甚高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，澳門珠海雷暴，中山江門雷暴。肇慶佛山多雲，廣州東莞多雲，惠州多雲，深圳雷暴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